来继续来看汉光38号演习实兵的操演，今仔日第2天，国军一透早就出动20台的军舰，伫个宜兰的外海来实施着海空联合纳炸攻击的操演。总统蔡英文亲身出海来指导，海巡署新公舰第一届公开来发射着定海火箭弹，来展现着各舰各做的好成绩。标准的型防空飞弹为成功级军舰发射，要拍敌军的空中目标。海巡署成功舰发射7粒的定海火箭弹，火力强大，这是头一摆公开发射。那展现各舰各做好成绩嘛，严正第一海军海巡署的实力。海军平时跟海巡有一个网络的平台，他如果掌握了不明机遇船及不明商船，会通报我们海军，我们海军会协助海巡去前往识别。如果是共舰，发现是共舰，则由我们海军派所需要的舰船前往实施监控。汉光38号演习实兵操演，国军模拟敌军进犯台湾的东部海空域，20只的军舰紧急出港，空军的战机嘛来支援。基隆区驱逐舰构成通水起义，因为总统蔡英文亲身指导。三军统帅前一次出海试导是在2018年4月，试导扩大不同舰型组合训练，因此这一回也是蔡总统在任内的第2次。五寸炮一直拍，海军舰艇唔但要操演防空甲制海的作战，更加要拍水底敌军。P-34巡逻机只发现有尖舰领导放引标，为空军级军舰起飞 S 拐动师反舰直升机，用成立掌握正确位置，这种级的军舰甲引钢级的军舰就导放反舰火箭甲深水炸弹。真无简单，舰艇总算逼出水面，淹过换上2000个战斗机发射魔法飞弹，煞拍无到。空军的飞弹的射击的部分啊，确实是有1枚没有命中。军方嘛强调讲，操演的目的就是要官兵了解武器的操作，就算无拍到目标，嘛使继续研究甲进步，提升国军的战力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